基美医学中心心脏内科主任陈志成表示，过去的血管阻塞拢被认为是老年人的疾病，但近年来发生的年龄层却愈来愈少年，原因甲饮食、无爱运动、坐伤久有关系。周边血管的疾病除了中风、心肌梗塞，另外下肢血管的阻塞嘛真正快，尤其寒人血管容易收缩。更加容易发生血管来塌掉的。根据美国心脏学会的统计，他们40岁以上的成年人，大概有4.5%，他是有这个周边血管疾病。在台湾呢，虽然没有很正确的这个流行病学的研究跟调查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它其实它的比例应该也不低啦，跟美国应该是不相上下。尤其是我们现在的饮食西化，那像刚刚主持人讲的，像 COVID-19。那么大家的运动习惯又不是那么的好，甚至以前卫福部也做过统计，说我们台湾有很多人是所谓的面龟族，就是说天天就是吃饱饭就坐在那边看电视，也没有在运动，那这个都是很容易造成周边血管疾病。其中下肢血管的疾病分作动脉甲静脉两种，影响的部位无同，症状嘛无同。动脉阻塞是动脉内面有斑块或者是血栓，而静脉因为血流较慢。容易血栓，也就是俗称的经济舱症候群。可能病人呢开始发现说，这个脚啊走路啦会比较肿胀一些，那外观还看不出来。等到什么时候外观看得出来呢？就是他开始有一些蜘蛛网斑，或者是看到有一些这个静脉曲张，开始看到它颜色可能会变这个脚踝处怎么最近这个也没什么外伤，怎么皮肤颜色会变？那可能察觉到这个问题，那可能就会就医了。那症状上呢，刚刚有提到过，其实下肢的症状，其实动静脉重叠性非常高，就是比如说走路的时候，他走路不能酸麻痛无力这些，所以可能他会细分出这个病人呢到底是动脉问题还是静脉问题。两种的治疗除了会用的靠药物，较严重的动脉阻塞，嘛会用的做外科的绕道手术，或者是介入导管的手术。而静脉阻塞有传统的导管溶栓术，或者是导管的抽吸方式。医师强调，有下肢血管阻塞的病人，一定要正确的诊断治疗，若无容易造成组织的坏死，严重者可能就要截肢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